揸住呢架車，會俾好多人誤以為佢係一架富婆快樂車，但係我鍾意啊！192匹，8公里加速6秒幾，咁仲算師奶車咩？再碌翻一階程序，又可以快1秒啦！呢隻源自於英國賽車傳統嘅經典綠色，邊個話 Clubman 係紳士啊？呢個192匹嘅大玩具，了解一下。呢一架係 Mini 史上最分裂嘅一架車，佢可以接受小朋友，但係佢都可以令隔離嗰架尾燈都見唔到啊！同埋佢最過分嘅係，佢竟然可以擁有咁大嘅尾箱。呢個勞斯萊斯同款嘅對開門，真係貴有貴嘅道理。經典嘅英倫綠色車身，懸浮車頂，遠睇真係好似紳士啊！但其實192匹，280牛，而家使過幾千蚊拆過一階程序，喺呢個 2ZF 嘅8AT 加持下，直接衝進6秒俱樂部啊！我想講，冇發動呢架車係冇靈魂㗎。我再睇返呢個 Debby 嘅波輪錶，運動感十足啊！呢個 Clubman 升級咗 KWST 絞壓避震，成個姿態好飽滿啊！我哋打開呢個 Sport Mode 模式，秒變卡丁車啊！動力響應更加直接，波箱時刻保持高轉，最為明顯嘅就係呢個軚感變得更加沉啊，更加清晰啊！咁 Mini 嘅品牌啊，直接繼承咗英國皇室血統。咁維修費用方面咧，的確係有少少貴嘅。咁改裝方面咧，佢嘅彈性得非常之大，從幾千蚊嘅小打小鬧到幾十萬嘅重套改裝都有可能。咁當然啦，改裝完全係取決於個人需求同埋個人預算嘅。鳩視推程度3粒星，今期鳩視就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推薦分享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